場係第4場賽事。好，第一線道係南丫北娛樂龍，第二線道嘅係龍之友同埋第三線道嘅綠洲同慶龍嘅。冇錯啦，咁啊而家望出去咧，三手龍舟都幾平排嘅，而家去咗1/4嘅路程。好啦，咁啊差唔多去到一半嘅路程啦，咁啊見到3號線道嘅綠洲同慶龍就有少少優勢啦。嗱，今日咧就無風無浪啊，所以入錯線嘅機會咧係好微嘅，因為全部舵手都非常好經驗。好，肉眼所見到嘅，首先衝線嘅係綠洲同慶龍，次名衝線見到係龍之友。